继续来看台中市主办明年2020年的台湾灯会，这个副灯区要提前伫这个拜六21号来点灯，若后日马场的主灯区元宵要来登场。台中这届的台湾灯会，涵盖着冬节、耶诞节、跨年、元旦、农历的过年、元宵，也有情人节，总共是6大节日，会当讲是史上上久上长的灯会。 做花灯的师傅喷漆大纸兼漆色，真古锥的虎斗星球的花灯完工啊！各种的虎斗星球动物的花灯将于12月21开始公开，地点伫文心森林公园，这是台中市举办的2020台湾灯会副灯区，主灯区伫后日马场伫元宵会点灯。这届台湾灯会，台中市是优长战线举办的日期。 包括冬节、耶诞、跨年、元旦，也有农历过年，搁到元宵，搁来也有情人节6大节日，将是有史以来上久的灯会。跟大家报告，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史上最长的灯会。那从这个礼拜六呢，就要在我们台中文心森林公园要来揭开序幕。 台中市长罗秀燕上任以来，民调无啥理想，即摆全力办台湾灯会，敢若想要依照顶一届台湾灯会成功的案例。当时的主办单位是屏东县县长潘明安，成功打造号称是历史上上水的台湾灯会，声势有够好。罗秀燕即摆办历史上上久的台湾灯会，希望讲会使有关声势提升伊的市政满意度。